喺國內，因經濟發展唔平衡嘅問題，導致好多農村嘅適齡兒童失學或中途輟學。軒轅教育基金會係香港註冊嘅非牟利慈善機構，宗旨係發展教育、弘揚中華文化、振興中華。咁多年嚟，佢勵志嘅行動，積極協助貧困地區解決佢哋嘅困難。我的心情很激動。我們中心校的校長說：昔日舊校破爛不堪，今日新校拔地而起。喺中國有多落後嘅地區，小朋友嘅屋企兩餐都唔能夠溫飽，有多父母更加身患重病，小朋友應有嘅讀書機會因此變得好渺茫。可就在幾年以前，一場災難突然降臨到了我們的家，爸爸得了重病，花完家裏所有的積蓄，但還是離開了幼小的我。而在這之前，我的爺爺去世還不到2年。然而，爸爸的1週年還沒過，我的媽媽又死於車禍。短短的5年時間，當時只有2歲的我失去了最疼愛自己的3位親人，撫養我的重擔。落到了60多歲的奶奶身上，經歷了白髮人是非般的痛苦。我的奶奶選擇了堅強，奶奶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苦，流了多少淚，終於把我撫養長大了。現在我和奶奶依然相依為命。記得去年的時候，池河阿姨捐給我100元錢，我用它買了學習用品、圖書等。清楚地記得，當奶奶接到錢的時候，老淚縱橫。謝謝何阿姨，是你給我們帶來的希望，我一定會努力學習的，將來做一名教師，把何阿姨的3心傳承下去。如果佢哋有機會讀書，無論幾咁艱難，都一定會讀好書。其實小朋友嘅生活貧困並唔可怕，佢哋最欠缺嘅只係一個機會。好好學習，天天向上。軒轅教育基金會嘅目標在於團結同動員海內外愛我中華嘅炎黃子孫，共同積極行動，循各種不同途徑支持祖國教育發展，並得到全國政協、國務院僑務辦公室、港澳辦公室、香港中聯辦同埋香港政府嘅大力支持，所到各地都同地方政府嘅相關部門同埋民間團體合作。在人潮和圍牆下，只要願意，向着一雙手總是可以。晴朗的天空中，跨過彼此的疆界，連潮流亦會轉移。在人潮和圍牆下，只要願意，憑着一雙手總是可以。晴朗的天空中，跨過彼此的疆界，連潮流亦會轉移。軒轅教育基金會嘅考察團、學校落成禮以及後續嘅跟進，都可以讓有責任感同有愛心嘅志願人士合力組織義工隊去實行。考察團嘅團長或領隊經由團隊推薦，
並得到基金會嘅領導確認。一早決心將我愛笑的心感染世上愛哭的人。團長話領隊根據需要邀請有愛心嘅朋友一齊進行考察，直接參與行善，親身體會，互相支持及交流，互動分享，促進愛嘅升華。終於會照亮遠方的人。星級度假只會有短暫嘅滿足，一次不一樣嘅探訪，能使到心靈體會到自己嘅豐盛、感恩同埋珍惜。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踏進這個校園，看到一處一物，還有一個很不同的校長。我覺得這個校長這麼多年來在學兒工作，他用心教導，所以我也給他感動了，所以我就確定贊助這間學校。幾艱苦嘅去考察，由3更半夜去到，又落雨又泥扮，嗰啲村民咧都好辛苦啊！佢攞啲禾稈草嚟鋪住條路俾我哋行去考察㗎，半夜。這裏我就要講一個字，愛。憑着愛，我信有出路。憑着愛，情懷不老。在這邊緣教育基金會喺2001年初成立以嚟，短短幾年間已經先後到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考察，08年底已經喺20個省捐建咗138所中小學校同埋7所衛生院，發起助學、獎學、獎教計劃，受惠學生超過62100人。睇完呢段片之後啦，咁如果各位觀眾覺得即係有興趣嘅話，咁我覺得你哋不妨咧都可以試下去參加軒園嗰啲活動啊，去下山區嗰度啊，睇下嗰啲小朋友嘅狀況啊，咁可能即係都會體會到某一啲嘢。我準備咗幾封心意卡嗰啲咯，俾佢哋啊。多謝，好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都應該去參與下咯。我會覺得原來人嘅快樂咧，唔係話自己可以好開心，好享受自己生活個豐盛。原來我能夠同人哋分享我嘅豐盛咧，係更加有意義咯。好啊，你食飯啦！終於可擁抱，就算始終失意倒運，人生已再沒苦惱。在這高高低低、彎彎曲曲中跌倒，才就覺開開心心、簡簡單單已極好。最美麗仍然是愛，街裏上仍然是好，未懼怕一